生，你的工课吼，定定爱走外口吼。对啊。阮公司吼有出条新的医疗意外险，我来讲互你听看卖的。好啊，好啊。阮这条意外险吼，专门咧处理因为意外发生所需要用到的医疗开销。亲像讲吼，有的人因为车祸来住院，像阮安尼定定出外务，这个机会就会较悬。那阮吼有买这条保险，这个部分阮就会当领到一天1000块的住院补助。哦，有1000块的补助。嘿啊，亲像吼，咱顶个月有一个朋友吼，伊住工厂食头路，讲无细腻啦，去喷着化学的物件，目睭煞来青霉啦。哦，是哦。也是吼，咱有一个卖猪肉的亲戚吼，讲咧剁猪骹啦，啊无细时讲伊也剁着砖头啊，煞来断去啊。哎呦，夭寿哦！嘿吼，咱拢会当用这条保险吼，看伊残废的程度来理赔。啊，你爱看残废的程度。对啊，但是亲像阮安尼为家庭、为囡仔伫外口咧打拼，厝内大大细细拢看阮。若要互厝内的人生活较稳定的，阮就爱考虑来买这条保险。好，我阁想看卖的。